我哋又返到嚟 WAM 系統嘅主版面啦。WAM 系統有6個預約表，我哋撳預約美容師預約表，就會見到美容師預約表啦。再撳個別美容師嘅名，就可以見到個別美容師預約表啦。同樣地，喺主畫面撳預約房間預約表，就會見到房間預約表啦。跟住再撳個別房間嘅名，就可以見到個別房間嘅預約表。同樣地，我哋喺主畫面撳預約儀器預約表，就會見到儀器預約表啦。再撳個別儀器嘅名，就可以見到個別儀器預約表。我哋先介紹一下美容師預約表先。美容師預約表有顯示唔同嘅資料，包括日期、分店、美容師、時間、會員嘅預約同埋預約嘅資料。我哋可以撳一撳美容師，去到個別美容師嘅預約表。剛才提到嘅資料都可以喺呢度睇到，仲可以睇多幾日嘅資料添。如果要做預約嘅設定，就可以喺主畫面撳預約設定。我哋先睇下預約表時間分佈。我哋可以喺預約表時間分佈入邊設定預約表開始同埋結束嘅時間。如果我哋設定咗朝頭早8點半到夜晚9點半，預約表開始同埋結束嘅時間就會分別轉為朝早8點半同埋夜晚9點半。呢度最後一個預約嘅開始時間係夜晚9點15分，因為預約表每格嘅時間係設定咗做15分鐘，佢完成時間就會係夜晚9點30分啦。跟住有時區設定，時區設定分別有1個時區同埋4個時區嘅選擇。如果預約格入邊冇太多嘅資料需要顯示，就應該揀1個時區，咁會方便喺同一頁睇到當日嘅全部預約。相反，如果預約格入邊需要顯示好多資料，就應該揀4個時區，因為更新速度會比較快，而且唔需要上下碌去睇比較遲嘅預約。預約設定入邊亦都可以選擇每個時區嘅開始同埋結束時間。跟住就係時間格式嘅設定，分別有24小時格式同埋上午下午嘅格式可以選擇。跟住就係預約表每格時間嘅設定，用戶可以按佢哋嘅需要選擇預約表每格嘅時間。預約表每格嘅時間越大呢，更新嘅時間亦都會越快。如果設定咗每格係15分鐘，每個預約格就會代表15分鐘啦。由於預約嘅時間同埋使用儀器嘅時間可以唔同，例如美容師同埋房間預約表每格嘅時間可以代表15分鐘，儀器預約表每格嘅時間可以只係代表5分鐘，所以就有儀器預約表每格時間嘅設定。如果設定咗每格15分鐘，每個儀器預約表嘅預約格呢就會代表15分鐘啦。員工嘅工作時間係可以同預約表結合埋一齊嘅。只要勾選接受預約前，必須先設定員工值日表，然後喺員工值日表入邊設定工作地點同埋工作時間。預約表就會以灰色同埋粉紅色顯示員工嘅假期同埋工作時間啦。要注意，一個員工喺同一日可以設定多個工作時間同埋多間店鋪，即是話員工可以喺同一日出現喺唔同嘅店鋪入邊。當然，工作嘅時間就唔可以重疊啦。之後就係只接受同一分店嘅會員預約嘅選項啦。剔咗之後呢，分店只會接受同一分店會員嘅預約。例如呢個係 HK 嘅分店。如果選取咗一位 MK 分店嘅會員呢，由於會員唔係 HK 分店嘅會員，沒有會員在分店嘅提示就會彈出嚟啦。換句話講，如果勾選咗呢個設定，唔同分店嘅會員係唔可以落預約嘅。同埋，如果有店鋪使用權限的話，同時就會連其他店鋪嘅客戶都搜尋唔到。
跟住就係預約詳情顯示資料嘅設定。喺預約表撳顯示設定，然後選擇需要喺預約表顯示嘅資料，選取咗嘅資料就會喺預約表上面顯示啦。預約格入邊嘅資料包括有錢嘅符號啦，有呢個符號嘅預約表示會員當天係需要付款嘅。付款嘅意思包括會員有過期嘅欠款啦，或者會員預約嘅護理未有預付。T 就代表喺同一個預約有多個美容師，而 M 就代表會員同一日同一個分店有多過一個預約。另外喺預約格入邊顯示嘅資料係可以以黑色、藍色或者紅色嚟顯示嘅，只要按資料嘅名就可以轉顏色啦。其他預約詳情嘅資料包括有 D 啊，係代表預約嘅美容師係指定嘅，唔可以換。其他嘅圖就可以自己喺預約設定入邊設定佢嘅意思。跟住就係預約詳情顯示嘅設定啦。喺預約表撳顯示設定，然後選擇需要顯示嘅會員資料，選取咗嘅資料就會喺預約詳情顯示啦。跟住就係預約表顯示嘅次序啦，分別有美容師同埋房間嘅次序。美容師次序可以喺員工、美容師入邊設定。表格入邊嘅數字係代表美容師喺預約表入邊嘅次序。要設定房間嘅次序，可以先撳總檔、分店，然後選擇合適嘅分店，再喺下邊撳房間。表格入邊嘅數字就係房間喺房間預約表上嘅次序啦。儀器喺儀器預約表入邊嘅次序呢，係按字母順序排列嘅，係冇相關嘅設定嘅。稍後我哋會進行其他嘅設定，轉頭見。